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，但是事实上，每一位父亲对我们的感受，其实每个人对父亲的感受，其实差异有时候甚大，甚大。所以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生命里面的这位父亲，跟天上的父亲千万不要放在一起，因为那是不一样的。然而，恳求上帝的怜悯就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有限，也求主保守。毕竟我们的生命也来自于我们的父亲，所以因此而感谢他。愿我们真能配得上帝所赋予我们生命的那所有的身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生命里面的父亲跟母亲。主，我们深信我们的父亲在你面前是个罪人，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或许他留下来的痕迹，有时不一定全然是温柔跟体贴，但求主怜悯，赐下安慰的灵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共同的父亲就是你，会安慰医治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破碎。也求主赦免我们的父亲，在生命里面，不论如何，他赐下我们的生命。因此，求主也赐给我们的父亲真实的平安。求主赏赐的恩典，就与我们所有人同在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1937年的3月，黄章辉从东京大学毕业。他在毕业的同时也取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通知。而他在坐船回到台湾的船上，突然间就遇到了他4年不见的亲弟弟。于是2个人在船上的甲板突然间遇到，因为他的亲弟弟当时候正在台中一中毕业，正在进行毕业旅行。突然间遇到2个人就在我们如果在其他的地方见到我们熟识的人，我们会突然间就不预期的大声的跟他说话，而他们就说起了台语。结果没想到，当他们在那边说起来的时候，他的老师，就是他弟弟的老师，马上严厉的把他叫进房间里面，要他下跪，并且严训好几个小时。因此，当时黄章辉就穿上了他的毕业大礼服。我们要知道东京大学当时的地位，当时一系只有21个人入学，所以我们可想见，连日本人都非常少人可以考进东京大学，何况是台湾人。因此，他穿上那个毕业大礼服，就到了老师房间敲门。老师开门，他进去就跪下来道歉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这其实就是黄章辉牧师有一个神学叫做“唔甘湾”，这需要用台语来表达才可以贴切。这就是黄章辉牧师“唔甘湾”神学的来源的起头。在他的自传里面，他这样说：在那时，我乐意为我的弟弟这样做，但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深刻的侮辱。
只因为我跟我的弟弟讲母语，就受到严厉的刑罚，我得在司法者面前跪下谢罪。不敢弯。母语就是一个人的一部分，禁止他等于剥夺了一个人被认同的人格。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当中，他指出什么叫做唔甘弯。唔甘弯不是指情绪上的抱怨，也不是单纯跟甘愿对立，而是来自一种信仰良知的抵抗精神。他说，真正的甘愿，就是甘愿回应上主的呼召，委身于上帝国的公义与慈爱；而真正的唔甘弯，是拒绝接受任何扭曲上帝旨意、践踏人性尊严、压迫人民生命的制度跟权利。而黄章辉牧师的唔甘弯神学，其实我相信，这正是回应了上主在他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的宣告。上主是这样说，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7节到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，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，我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所以下来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。在这一段，神学家称这叫做上主最惊人的宣告。上帝说：“我已经看见、听见、知道。”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，就是现在他下来要施行拯救的时候。出埃及记第12章的21节到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摩西召集所有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：你们每家要选一只小羊，把它宰了，好庆祝逾越节。要拿一把牛膝草，蒸盘里的血，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，一直到第2天早晨，无论谁都不准出门。逾越节这个名称，神学家也讨论非常久，因为这个字词显然非常的久远，而这个字词在旧约其他的地方就称为瘸腿。然而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叙事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越过或者是保护。神学家指出，这个礼仪非常有可能也源自于古代近东地区已经存在的宗教仪式，然而再经过转化，事实上这就像是主耶稣转化了逾越节晚餐。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那个跟他的门徒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正是在过逾越节晚餐，听懂意思哦？所以主耶稣转化了逾越节晚餐，变成他跟门徒之间亲密的晚餐，而来到今天，就好像我们布置的圣礼典、圣餐一样，待会我们与主同桌的时候，事实上，这个就是一再的从旧的转化成新的面貌。出埃及记第12章23节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
当上主巡行埃及，杀埃及人时，看到门楣上和门框上的血，就必逾越那门，不让执行毁灭的天使进你们家杀你们。我们应该要知道，上帝的使者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温柔跟无害。事实上，原文只有一个字，叫做“灭命的”，翻译上只有“灭命的”。所以用另外一种角度，是所谓的天使或上帝的使者，他只是个上主意念的传递者，是上主的战士，是他愤怒，也是他全能的代理者。摩西描述，在当天晚上，上主在巡行埃及时，他所做以及他所不做的事。出埃及记第12章23节到24节，我们读一下这个24节哈，一起来读来。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须永远守这些条例。这个灭命者其实正是如此。然而，更要紧的是，上帝的话提醒我们，一再的提醒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12章的25节，一起来读来。当你们进入上主所运行之地，你们要遵守这节期的礼仪。礼仪这个字词其实就是 service 的意思，而这个 service 很特别，因为原文的意思也用在这一群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字词有一点点像英文的参加礼拜 ，attend a church service， 可能最接近这个意思。而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逾越节的礼仪不是一夜就过去，而是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就该透过礼拜来记得他的拯救，以此表明服侍他。我有之前其实一再的提醒，这个逾越节的礼仪其实是发生在家庭里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进行这一场家庭礼拜聚餐的时候，要透过对话，让世世代代都记得上主是谁，以及他的作为。出埃及记第12章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到了半夜，上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头胎，上至国王的长子，就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，下至地牢里囚犯的长子，连一切牲畜的头胎也都杀了。上主的警告或者老早的预言，这时候就实现了。这就好像埃及一直以来对上主子民的压迫跟暴行，而如今在黑夜里，上主发动了。在11章的第1节的这灾，在其他经文里面，旧约里面是指疾病，因此一般的神学家猜测，这是一场病毒的侵袭，导致除了上主的子民，全埃及的长子都死了，连生来要统治埃及法老的长子也无法幸免于难。出埃及记第12章的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那一夜，埃及王他的臣仆和全国的人民都被惊醒了，
在埃及只听见一片嚎啕哀哭的声音，因为家家都死了人。之前以色列人家家都死了人，所以他们无助的嚎啕大哭。如今埃及跟帝国一片嚎啕大哭。我们要知道，其他的9灾都发生在白天，而只有这一灾出现在黑夜。这就表示力量出自于深不可测的黑暗，但连最黑的夜里都属于上主的。上主使法老心硬，那也是属黑暗的。然而，上主掌管了黑夜跟生命，因此，在黑夜里的死亡，引发了埃及每户充满绝望的泪水。我相信，同时间上主的百姓也流泪，却是得着拯救的泪水，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件事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2章31节到32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当夜，埃及王就召见摩西和亚伦，对他们说：“快走，你们跟你们的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我的国境，照你们所要求的去敬拜你们的上主吧。带着你们的羊群、牛群，赶快离开。也请你们为我祝福。”要知道，心硬爱面子的法老，如今不顾一切，无法等到白天，随即要求摩西带上帝百姓离开埃及。连埃及人也是急忙催促他们离开，就像他们在除酵节里带着未发酵的饼匆匆离开一样。出埃及记第12章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上主使埃及人尊敬他的子民，他们要什么，埃及人就给什么。这样，以色列人带走了埃及人的财富，他们离开索取了在埃及做工的工价，这意味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，就是他们不是用奴隶的身份离开，他们是用一个自由人尊荣的自由人离开，用这样的身份来离开。出埃及记第12章37节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以色列人从兰塞一直步行到苏哥，不计算妇女和儿童，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数在场的爸爸一样，就是60万只有爸爸哦，只有男生哦。兰塞是古埃及非常重要的城市，原文意思叫做太阳之子。在主前第12世纪的时候，是埃及的首都，目前被称为一个叫做达巴遗址的地方。一般认为，苏哥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个扎营的地方，是距离兰塞东南方约80公里，今天称为马斯古达山丘。它位置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河谷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男生60万人，而加上妇女跟孩子，据估计应该会超过200万。而关于这个数字，其实非常多人提出了问题，因为原文的意思叫做
600,000，那百千加起来就是了解意思哈？百千加它原文的意思叫做600,000，所以非常多神学家在猜测那个后面这个“千”这个字词，它指的是什么？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古文呐，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那个“千”到底“千”是指帐篷，如果是600个帐篷，可能合理一点哦，好像。如果是600个帐篷，那一定也有几万啊。也有人说600支派，猜测哈，那个都是神学家的猜测。那到底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人？其实我们不要太计较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听懂意思哈？其实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只能用一个60万男丁来做这个代表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9节，不好意思，第12章，我这边写错了哈。第12章的第3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许多外族人和牛羊也跟他们一起走。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因为从最初离开埃及的时候，除了雅各12支派之外，其他在埃及那些受压迫的人，同时一起加入了上帝子民的行列。神学家 Bo 是这样说，他说：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这个共同的祖先。千万别忘记，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也有其他族群加入他们。所以，因此不是他们说同样的语言，活在同一块土地，或受同一个君王统治。他们成为一个民族，是因为上主后来与他们立约。听懂意思哈？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可以加入这个行列，成为上主的子民。所以神学家非常精准地点出，要成为上主所拯救的子民，出埃及其实只是第一步而已。接下来其实还有更要紧的事等他们。出埃及记第12章40节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共住了430年。要知道，这群人住在埃及那么久，一定受到埃及文化习惯跟宗教很深的影响，因此他们要记得，上主是透过了十灾颠覆了法老的权力跟埃及的宗教，同时十灾是向埃及的统治者以及以色列显明，上主就是历史的主。然而，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不是记载历史，所以千万不要误读了。这段经文是为要在他们家中留下一个敬拜的仪式，让他们每年可以重新说跟回忆这段被解放的经验。出埃及记第12章42节，一起来读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一节，一起读来。那这一夜，上主亲自保守他们，引领他们出了埃及，以色列人也就守这一夜，把它奉献给上主，作为世世代代谨守纪念的一夜。我们要知道，犹太拉比非常重视出埃及记第12章，因为从12章开始，五经就开始出现了日常生活里的各样律例典章。他们指出一件事情，就是逾越节的礼仪的特色，不是专属于某个祭司或某个支派，而是全上帝的子民全家要一起参与的。换句话说，从第
这个逾越节的祭典开始，上主的子民就被赋予祭司的这个职务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，我们都可以主持跟上帝之间的敬拜，我们个人也可以跟上帝有所互动，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。因此，上主的我们讲 Torah 的第一条诫命，所谓的诫命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其实就是从逾越节的订立逾越节的礼仪开始，这是他的真正首条诫命。而这一条首条诫命，要紧的是什么？要紧的是记得上帝的拯救，用礼拜献祭来记得他。同时，这件事情也让这一群人，即使圣殿被毁，王国被奴，散居世界各地，仍然能够记得自己这个属上帝子民的身份。因为每年特定的日子里，从宰杀羊羔，将血涂上门楣跟门框，透过在宴席里面的对话、礼拜、吟诗，来记得上主以及自己是谁。后来出埃及这件事情，也成为跨历史文化以及普世的象征意义。出埃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：所有要属上主的子民都需要出埃及，才能够遇见上帝。黄章辉的祖父叫做黄能杰，他原本是东港最大庙宇的东龙宫的首席法师。不是当机，是得桃哦。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哈。当机就是会发作的，会发作了哈。我们就看到一个人拿个东西就刺自己哈，那个叫做会发作的。得桃是什么？得桃就是解释他做这些事情意义的人。了解意思哈？其实重点不是当机，重点都在得桃。你理解意思吗？他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转译给所有人知道，所以重点是这个得桃。而当时他是黄能杰，是东龙宫最红的首席法师。他读过书，在那个时代清朝时代读过书，会学法术，学过法术，还能够用药草医治人。而照他的孙子描述，就是黄章辉啦。照他的孙子黄章辉牧师的回忆，就是当他的阿公坐在其后的山上跟他们讲故事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他说，当时我的生计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以及我的装神弄鬼的骗局里。我惊吓人们，我自己的惊恐比人们还深，因为实际上我都知道那些恶鬼是我编出来的。我害怕人们就看破了我的骗局，直到有一天，东龙宫，他听说东龙宫有一些信徒跑去听那个东港街上有一个阿多巴，有一个外国人在那边讲故事。他听到怒火冲天，他想要去闹事，于是他就自己跑去。结果没想到，这个阿多巴，这个外国人在东港街上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他停下来，就听他讲完那个故事。他说，他心里的愤怒居然就消除了，他的心受到一个奇妙的感动。回到家里面，他心里面就有两种声音，
一个声音说：“不可以听洋教，不要忘记你现在是什么，你在服侍的神啊。”另外一个声音，居然就浮现了那个浪子回头里面的那个声音，就是说：“回到我这里来吧。”后来他偷偷就到东港的布道所里面去听，然后浪子的这个故事不断在当时候传颂。浪子所说的那一句话说：“我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。”这个祷告就一直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祷告。那时候他就知道，原来一个新的生命悄悄已经在他心底产生。50年后，他的孙子黄章辉再回到东港，他在他的回忆录这样写：“这就是我的祖父的出埃及。”历代志下35章第1节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读来。约西亚王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遵从上主。为什么突然间跑出来这一笔？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：以色列人从撒母耳之后就不再守逾越节，这是历代志下后来的描述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一群人在历史的演变当中，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，就好像当初这一群人被带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那个430年的时候，他们也忘记了上帝。而这一群人忘记了那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在泪水当中的拯救。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因为所有上主的子民都会经历这件事，就是我们需要出埃及。什么时候我们决心解开过去的束缚？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受罪的苦楚跟缠绕？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受传统信仰身份包袱的影响，决心离开呢？而离开的当下，就是我们的出埃及。愿我们都能够出埃及，并且记得在礼拜中，在生命里的那一页，上主对我们的拯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深信你看见，你听见，你甚至会下来拯救。主，帮助我们知道你的怜悯，明白上帝你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不是你忘了我们，而是我们忘了你。主，就求主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求主与我们同行同在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